歡迎大家嚟到 Clo 2025.2新功能嘅廣東話網上直播。咁喺今次嘅直播呢，我會介紹返一啲新功能同埋一啲重要嘅 update 啦。咁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話呢，都可以去我哋 Clo 嘅官方網站，然後選擇 New Features，咁就可以睇到更多一啲關於新功能嘅介紹，同埋去搜查返一啲其他功能嘅使用方法嘅。咁而家咧就等我哋睇下有啲咩 key features 嘅更新啦。咁第一個咧就係 Neat Swatch Editor 啦。咁喺新嘅呢一個編輯器入邊咧，你而家可以直接喺 3D 文檔入邊去自定義你嘅即片嘅結構，同埋可以實時咁去編輯啦，同埋更加精準去模擬呢個縮水嘅效果嘅。咁你成個 Knitwear 嘅設計體驗咧就更加全面啦。咁而家咧就等我哋去了解下實際嘅操作方法。首先你要喺物體窗口選擇一個面料，然後喺屬性編輯器將物料嘅類型改為 Knitwear。咁喺 Knitwear 隔離咧就會見到一個新嘅 icon 啦。咁呢一個冷球咁樣嘅 icon 咧就係打開 Neat Swatch Editor 嘅按鈕啦。咁點擊你就可以打開呢一個編輯器。咁另外呢個 tips 咧，其實呢一個 Neat Swatch Editor 咧都可以喺 2D Window 嘅 Toolbar 度揾到佢嘅。呢個編輯器嘅導航咧，其實非常簡單，你可以用相似於 3D 窗口嘅控制模式而去調整你嘅視覺。例如撳住中間滑輪咧，就可以做平移嘅動作啦；旋轉你嘅滾輪就可以做放大縮細嘅動作。咁當你去撳住你嘅右鍵並移動滑鼠嘅時候咧，就可以做自由旋轉嘅動作啦。咁當然啦，當你右鍵單擊喺空白嘅位置咧，就會有呢個顯示嘅彈窗啦。咁你就可以再去選擇所需要嘅預設視覺啦。咁一樣啦，如果你係用快捷鍵，例如2468咧，咁都會可以隨時切換到所需要嘅預設視覺嘅。咁就同平時你喺 3D 窗口去控制嗰個視覺咧係一樣嘅。另外喺窗口嘅左上角咧，你會見到有3種唔同紗線嘅顯示模式。咁第一個粗紗線 Thick Yarn 就係用嚟顯示紗線嘅粗細同埋純色。第二細紗線 Thin Yarn 就係自動咁去顯示呢個針織嘅結構，同埋增強針織結構嘅可見性。第三隨機顏色紗線 Random Color Yarn 就係利用實際嘅粗細，每一行去隨機用一隻顏色，令到你更輕鬆咁去檢查紗線嘅結構。接下落嚟咧，就係呢一個 features 嘅核心設定啦。喺呢一個位置，你可以去設置織片嘅設計尺寸啦，同埋最終輸出嘅尺寸。要設計織片嘅具體數據咧，首先可以喺縱向線圈嘅密度 Wells Amount 入邊去輸入樣品循環嘅列數，之後可以喺橫向線圈密度 Courses Amount 入邊去輸入樣品嘅循環行數數據。然後可以撳重置織片 Reset Swatch， 咁你就會見到即時出現嘅效果同埋結果啦。接下嚟你都可以透過 Yarn Thickness 呢一個項目去調整紗線嘅粗細啦，同埋去設定 gauge 嘅。咁你點開三角形去展開呢一個圖標咧，就可以查看更多 gauge 嘅選項啦。咁喺呢度咧，你都可以去選擇撳呢個連接嘅圖標，呢個 chain 咁樣嘅樣嘅 icon。咁當你打開呢一個連接嘅話咧，就會代表會使用當前結果嘅自動測量值。咁如果你想撳取消連接嘅話咧，就會喺收縮之後輸入自定義嘅最終織片尺寸啦，例如每英寸嘅縱行數、橫列數同埋面料厚度。
咁關於呢一邊核心設定咧，會有兩個小提示嘅。咁第一就係當你更改 yarn thickness 嘅時候，或者去做其他 wells amount、courses amount 嘅更改設定嘅時候咧，織片嘅 sample 係會自動更新嘅，係無需要重新去撳呢個 reset swatch 嘅按鈕。咁第二嘅提示咧，就係如果你想了解設定嘅定義咧，可以直接將你嘅滑鼠停留喺設定嘅工具啦，咁就會見到工具嘅提示。而家我哋可以開始編輯，你可以喺右上角嘅菜單選擇針法嘅類型，或者直接使用快捷鍵。而家我哋支持4種選項，包括 Front Knit 快捷鍵 Q、Back Knit 快捷鍵 W、Front Miss 快捷鍵 E， 同埋你可以用快捷鍵 R 去選擇 Miss Loop in Front and Float in Back 同埋 Back Miss 嘅針法，然後你就可以點擊並且去拖動呢個織片進行即時嘅針法編輯啦。當你完成呢個織片嘅設計之後咧，就可以按下 Simulation 或者空白鍵，咁你所製作嘅 sample 咧就可以即時咁見到收縮嘅效果啦。咁而家你就會見到你嘅針織結構由於收縮咧而呈現一個曲線狀嘅。咁有個小提示啦，咁當你喺激活 simulation 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繼續去編輯嘅，咁就可以實時咁見到收縮嘅效果啦。咁當你再次撳下 simulation 或者空白鍵咧，咁就可以暫停呢個模擬啦。當你完成你嘅 knit 嘅 sample 之後咧，想套用到去 3D 服裝上面咧，咁就請單擊應用 Apply， 將呢個結果套用喺 software 上面，或者直接撳 Apply and Close， 咁就可以應用結果同埋關閉呢個編輯器啦。如果你只想放棄更改咧，咁就請單擊關閉 Close 就得㗎啦。咁當你完成之後，切換返去 3D Window 咧，你就可以同時喺編輯器嗰度去查看結果啦，同埋去進行進一步嘅更改。咁當你選擇 Apply 或者 Apply and Close 之後咧，喺屬性編輯器就會有新添加有關 gauge 嘅相關嘅子選項啦。當 Knit Swatch Editor 打開嘅時候，針法啦、紗線嘅粗細或者係 well per inch、courses per inch 等等嘅選項咧就會被禁用嘅，以去確保所有嘅更改係需要透過編輯器進行管理。咁當你關閉咗編輯器之後咧，呢一啲選項就會再次會 activate 返㗎啦。同時你都可以進一步將你嘅 knit sample 去進行編輯，例如去設定針織嘅方向啦、整體嘅顏色、紗線嘅顏色，以及一啲generating seams 等等嘅。咁而家透過新嘅 Knit Swatch Editor 咧，你就可以更加精準咁去創建一啲複雜嘅 knit sample 啦。下一個 Key Features 嘅更新咧，就係同 Pattern Drafter 版片生成器有關㗎啦。喺 Clo 2025.2嘅版本 ，Pattern Drafter 而家新增咗褲同埋半身裙嘅種類。咁而家我有2個例子可以俾大家去睇下實際嘅操作方法。首先，我哋可以一齊睇下點樣透過輸入數據而去創建紙樣嘅。咁當你打開 Pattern Drafter 之後咧，系統就會根據現有嘅 avatar 啦，去自動進行擺放同埋縫製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先開咗一個 avatar 喺版面先。之後我哋透過主菜單去打開呢個 Pattern Drafter， 然後喺頂部咧，你就可以下拉呢一個菜單啦，咁你就會見到有多咗呢一個褲同埋半身裙嘅種類㗎啦。褲嘅種類咧，我哋有提供橡筋腰褲同埋有 dart 嘅西褲呢2種預設款式。
對於半身裙呢，我哋就有提供 basic 有 dart 嘅直筒裙啦，同埋 A 型裙作為預設款式嘅。而家等我選擇西褲作為一個快速嘅示範。首先將呢一個 measurement 嘅模式咧切換到去 general， 咁你就可以進行初步嘅數值調整啦。咁你可以見到 general 嘅模式咧係會比 simple 嘅模式新增幾個欄目嘅，咁可以等用家更加仔細去調整呢一個尺寸。咁當你合理地去激活或者停用呢一堆數值咧，就可以幫你高效地去調整字樣嘅。例如喺呢一個 waistline 呢一個已經被 activate 嘅欄目度咧，你係可以直接輸入呢個尺寸呢一堆數值啦。咁當停用呢一個項目嘅時候咧，就可以根據實際嘅數據啦，或者其他已經輸入咗嘅測量值咧，去自動計算得出嚟嘅。而家等我哋去切換到 simple 簡易嘅模式，我會示範點樣將呢一個基礎版型改為做鬆身版型。首先我哋可以睇下 dart 嘅部分，喺 pattern drafter 佢會根據你上方輸入嘅腰圍同埋臀圍嘅差值，並且去根據你設定嘅 dart 數量咧，去自動進行計算，幫你快速生成 dart 嘅。而家我哋只係支持輸入 dart 嘅數量啦，暫時未能夠控制到 dart 嘅距離同埋長度嘅。咁喺 dart 數量隔離呢一個位置咧，呢一個鐵鏈嘅 icon 就表示住呢一堆詳細嘅數值將會根據腰圍同埋臀圍作為自動嘅計算。咁當你再次點擊呢一個鐵鏈 icon 之後咧，佢就會被 activate 啦。咁你就可以直接去輸入呢個尺寸或者數字㗎啦。我哋熄咗 dart 功能之後，我哋 focus 喺 waistline 呢個選項。首先打開右側呢一個總長度嘅 icon， 然後就可以直接輸入前後腰圍嘅總長度啦。輸入數值之後咧，長度係會按照比例咁樣去自動分配俾前腹或者後腹嘅褲子樣嘅。如果你係需要分別去設置前後褲子樣嘅腰圍咧，都可以將呢一個總長度 icon 熄咗佢啦。咁而家我就會開返呢一個總長度嘅 icon， 並且去輸入750作為佢嘅 total length。然後我就會開啟 hip width 右邊嘅呢個總長 icon 啦，並且輸入數值1000。輸入數值嘅時候，如果需要計數機咧，可以直接喺右邊呢度點擊，或者用數字鍵盤輸入嘅。當你用完計數機，直接撳確認嘅按鈕啦，就可以將數值輸入到去框入邊㗎啦。而家我哋輸入270入去 crotch drop length 呢個位置啦，同時開啟埋 leg opening 嘅總長 icon， 並且將佢調到為500。之後你就會見到大腿嘅闊度咧就會自動增加去匹配到呢一個褲腳嘅闊度啦。而家我哋轉去調整後腹嘅褲子樣啦。咁我會喺 crotch 嘅部分咧保持係292.1，淨係將 dart 嘅位置咧由2條變做1條。最後我哋嚟到 waistband 嘅部分，由於而家腰圍嘅設置咧係750嘅數值，咁我就會輸入比腰圍細少少730作為佢嘅長度。頭先咧，我哋已經示範咗喺簡易模式之下去設置一個基礎嘅字樣啦。咁而家我哋將菜單轉返去做 general 常規嘅模式，切換咗之後咧，你就可以直接去修改大腿嘅闊度啦，同埋先前一啲未 activate 嘅項目嘅其他嘅數值啦。例如而家我會將大腿嘅闊度調整得鬆身啲啦，大約會係320。咁跟住我會喺 dart 嘅左邊咧，將呢個連接嘅 icon 將佢熄咗佢啦。然後 dart 嘅長度我會縮短至130。呢一組完整嘅數據咧，可以通過上面右上角保存嘅按鈕去保存為 CSV 文檔嘅。
咁當你後續去操作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再次手動去輸入數值啦，只係需要喺右手邊打開呢一個按鈕，咁就可以去 import 先前保存嘅 CSV 檔案啦。當你點擊打開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呢個 pop-up window 㗎啦。咁都要注意啦，之前嘅 Pattern Drafter 咧係淨係支持 CSV 格式檔案嘅表格嘅。為咗去檢查你嘅紙樣係咪已經安排好同埋縫好咧，你可以切換到去 3D Window 同埋打開模擬咧去檢查個結果嘅。接下落嚟，等我哋示範用 AI 嘅方法去生成一條半身裙啦。咁打開 Pattern Drafter 之後，都係點擊右上角 AI Pattern Drafter 嘅 icon。咁呢一個窗口咧就會出現咗啦。你可以喺提示詞呢一個選項咧去輸入一啲 prompt 去生成圖像，或者直接喺圖像嘅選項上面咧去 upload 一啲參考嘅圖片，用嚟去生成呢一個字樣嘅。喺呢一個 text prompt 嘅窗口入邊咧，你可以先選擇你想製作嘅裙嘅種類啦，然後就開始輸入一啲提示字，或者直接用我哋一啲 suggestion 嘅 prompt 咧去點選呢啲字語啦，跟住就可以生成一條裙㗎啦。咁如果你滿意呢一條裙嘅話咧，就可以撳 generate 啦，咁佢就會生成到字樣，然後放喺你嘅 2D window 㗎啦。咁當你滿意呢一個紙樣嘅話咧，可以將窗口關閉啦，然後繼續喺呢個 Pattern Drafter 去做一啲細節嘅調整。當你完成所有嘅調整之後咧，就可以喺底部撳呢個 Create 嘅按鈕，咁你呢一個最終嘅字樣咧就會生成喺你 2D Window 㗎啦。同樣啦，生成之後你會發現呢一個字樣咧已經完美咁樣安排喺 Avatar 上面，同埋已經加好縫合線㗎啦。咁你只需要打開 Simulation 就可以即時去查看個結果，然後再去睇下需唔需要做更改或者調整啦。下一個重要嘅 update 咧，就係而家我哋支持用 GPU 去進行 soft body 嘅 simulation 啦。當你去導入一個有 avatar 同埋有 3D 加文嘅檔案之後，點選 avatar 就會喺 property editor 嗰度揾到有 soft body 嘅選項啦。咁當你啟用咗呢一個功能之後咧，你就會喺 3D window 嘅底部見到 soft body 嘅 icon 喺度啦。咁之後你就可以去 simulation 將模式轉為 GPU，然後再重新撳一次 simulation， 咁你就會見到呢個 soft body 嘅功能咧 apply 咗喺你嘅檔案上㗎啦。另外要注意，暫時呢一個功能咧係只能支持有 NVIDIA GPU 嘅 Windows 系統。接下落嚟係關於 UI 嘅 update。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而家提供更加靈活嘅 Library Window 嘅使用方式啦。咁喺以前嘅版本咧，新嘅 Library 一直係用一個懸浮嘅窗口嘅形式去存在啦。咁而家呢一個新嘅更新咧，就可以令你保留原本嘅呢個使用方法，或者將 Library 可以停靠喺左側或者右側嘅欄目上面。當你喺右上角點選咗 Library 嘅 icon 之後，你就可以將佢縮放，將佢擺喺左側。咁如果你想將佢拉去另一邊嘅工具欄咧，咁你就可以直接將呢
呢一個 library 嘅版面拖動過去右側面就得㗎啦。咁如果你想將呢一個形式回復返懸浮嘅窗口咧，咁就撳多一下呢一個縮放嘅 icon 啦，咁佢就會變返原本懸浮窗口嘅形式啦。下一個更新呢，就係而家喺2025.2嘅版本，我哋會支持由 UE 入邊嘅 MetaHuman 作為一個 avatar 咁樣去導入 Claude 啦。你可以通過 Claude 嘅主菜單以 DNA 嘅格式去導入 MetaHuman。咁喺主菜單嗰度揾到文件，然後選擇導入或者導入增加。喺 MetaHuman 嘅 DNA 嘅導入窗口入邊，點選呢個文件夾嘅 icon 就可以選擇相對應嘅 MetaHuman 身體啦，同埋頭部 DNA 嘅文件。你可以喺導入嘅窗口入邊去更改各種嘅設定，例如 MetaHuman 嘅單位同埋比例。喺選項入邊，佢通常默認咧就會幫你自動增加埋 Arrangement Point 同埋 Fitting Suit 㗎啦。咁你都可以去勾選去取消呢一個選項嘅。咁點擊確認之後啦，MetaHuman 就會被自動增加去工作區作為 Claude 嘅 Avatar 去使用㗎啦。下一個新嘅更新呢，就係我哋增加咗快捷鍵嘅搜尋功能。咁打開主菜單之後，可以去 Setting， 然後揾到 User Setting 用戶設定。當你打開用戶設定嘅窗口，你就會喺快捷鍵嘅分頁嗰度就會見到有呢個搜尋嘅功能啦。咁你可以直接去輸入呢個快捷鍵嘅名稱啦，你嘅 Shortcut Key 啦，咁你就會揾到相對應嘅選單名稱。呢一個新嘅搜尋功能呢，就可以令你使用 Claude 嘅時候更加方便快捷啦，可以更慳時間去揾到相對應嘅資訊啦。接下落嚟就係關於 2D 嘅更新啦。咁第一個就係新嘅版本呢，會有一個更準確嘅 graphic placement。當你啟用 Transform Graphic Tools 嘅時候，點選你所想移動嘅 graphic， 跟住喺屬性編輯器 Property Editor 嗰度呢，就會見到有更多嘅一啲預設嘅移動模式啦。咁例如我打開咗 To Center 向中心右移嘅呢個選項，當我激活咗佢之後呢，下面就會有一個欄目彈出嚟，咁你就可以直接去輸入數值啦。完成輸入數值之後呢，你嘅 graphic 啦就會根據你輸入嘅數值向右咁樣移動。又例如，如果我係選擇 graphic 之後向 to outline 嘅呢一個選項呢，打開向上移動嘅話，就會向紙樣嘅外框咁樣向上移動啦。接下落嚟呢，係關於 grading 嘅一啲更新啦。喺2025.2嘅版本呢，我哋針對 grading tools 進行咗啲改善啦。而家用戶呢，可以直接喺 2D window 去查看所有 grading 嘅剪口位置，咁連個縫印線都會同個剪口 notches 去做 synchronize 啦，確保呢一個結構呢係保持精準嘅。切換到去 edit grading tools 之後呢，選中 notches，然後就可以喺屬性編輯器嗰度去調整位置啦。當你選擇固定尺寸嘅話呢，就可以鎖定 notches 貨碼嘅位置。咁當你切換呢個尺碼嘅時候呢，就可以見到呢個線嘅起點啦，同埋 notches 嘅距離呢係會始終保持不變嘅。如果需要修改令到另一邊嘅位置保持不變嘅話呢，你就可以用 notches 嘅工具去選擇 notches 先啦，然後喺屬性編輯器嗰度勾選鎖定，將呢一個鎖定嘅位置由開始點修改為結束點。咁如果需要進一步去編輯每一個尺碼嘅 notches 位置呢，就可以直接喺表格根據實際嘅情況去手動輸入數值嘅。
如果需要反轉特定尺寸嘅方向呢，可以喺數字嘅前面添加負號。如果需要反轉所有尺寸嘅方向呢，可以直接勾選反方向呢個 option 嘅。當你使用 Edit Sewing Tools 去切換到睇其他尺碼嘅時候，你可以見到呢一件 top 同埋裙擺嘅 sewing line 始終都係同 notches 係完美咁對齊嘅。咁呢一次嘅更新呢，就實現咗所有放碼嘅縫紉線同埋 notches 係 synchronize 㗎啦。所以當唔同尺碼喺唔同尺寸之間切換嘅時候，呢一個縫紉線呢係始終會跟住 notches 去移動嘅。接下落嚟就係關於 3D 嘅更新啦。咁第一個就係關於 Pins 工具嘅一啲 update。咁喺2025.2嘅版本呢，當你打開 Pins 嘅工具嘅時候，我哋而家新增咗新嘅功能啦，可以令你更靈活咁樣去應用 Pins 嘅。咁而家呢，就等我為大家去示範下實際嘅操作方法啦。當你打開 Pins 嘅工具，你首先可以喺唔同嘅紙樣上面去畫取或者選取一組 Pins 嘅群組。例如而家我想去刪除呢一個 Pins group 嘅右手邊，咁我就會將我嘅滑鼠擺喺最右邊啦，喺呢一個紙樣嘅上方，然後單擊右鍵，跟住去選擇 Delete Pins on Selected Patterns。完成之後，你就會見到個 Pins 會好完整咁根據紙樣嘅外框去移除咗㗎啦。咁即是話呢一個新嘅功能呢，就可以令你係 base on 紙樣咁樣去刪除呢一啲 Pins，而唔係 base on 本身你劃選嘅 Pins group 去 delete 嘅。咁呢一個新嘅更新呢，就希望大家有更多嘅靈活性去使用同埋 delete Pins 啦。下一個更新呢，就係關於 tag 嘅工具啦。咁喺以前嘅版本，當你用 tag 嘅時候呢，當你安裝咗你嘅 tag 之後，佢會一直留喺你嘅檔案上面嘅。咁我哋明白有啲用家呢，可能需要喺某啲 simulation 嘅情況下，暫時唔啟用呢一個 tag 嘅功能嘅。咁所以喺新嘅版本呢，我哋就為呢一個功能進行更新啦。而家當你去安裝完 tag 之後，你就可以喺 Property Editor 嗰度揾到一個選項叫做 Activate。咁如果你想 keep 住將佢激活嘅話呢，你就可以打開 On 嘅呢個掣啦。咁如果唔需要嘅話呢，就可以將佢撳 Off。咁佢就會暫時喺 Simulation 嗰度不激活㗎啦。咁但係佢同時亦都唔會影響呢一個 tag 嘅安裝，你依然都會喺檔案見到佢。咁你就可以喺根據情況所需要嘅情況啦，去選擇係 activate 啊定係 deactivate 啊。接下落嚟就係關於一啲 avatar 嘅更新啦。咁第一個更新呢，就係而家我哋可以為你嘅帽嘅設計做一個 registration。咁而家你會見到我有一頂帽完成咗啦，然後我就會選取所有嘅紙樣，然後我會打開主菜單入邊嘅 avatar 目錄，然後揾到 register accessory。喺新嘅版本呢，你就會見到 accessory type 呢度呢係多咗 hat 帽嘅呢一個 option 啦。咁完成呢一啲 setting 呢，你就可以撳 save。保存成功之後呢，你就會見到本身係屬於帽嘅一啲紙樣呢，全部都會消失啦，取而代之係你頂帽會變成白色嘅形式嘅。咁即係代表你頂帽呢已經成功被 register 作為 avatar 嘅飾品啦。除此之外，當嗰頂帽成功 register 作為 avatar 嘅飾品之後呢，當你去隱藏 avatar 嘅時候，佢都會跟住一齊消失嘅。
咁當你如果想刪除呢一個飾品呢，咁就按正常嘅程序單擊右鍵，然後就可以 delete accessory，咁就可以移除呢一個 hat 嘅飾品啦。下一個關於 materials 嘅更新呢，就係而家2025.2可以直接透過 texture editor 將 materials 進行水平或者垂直嘅反轉。當你打開 texture editor 之後呢，點選圖層，跟住你就可以直接去點擊啦，然後選擇垂直反轉啦，就唔需要再通過旋轉、扭動滑鼠去做呢一個動作。同時你都可以直接去做水平嘅反轉，然後可以喺 3D Window 見到佢嘅即時結果。下一個嘅更新呢，就係關於拉鏈係可以同紙樣一齊被 activate 或者 deactivate 啦。當你去點選紙樣嘅時候，進行 deactivate 嘅動作。然後你會發現拉鏈係會保持相同嘅狀態。當你再次激活 activate 返個紙樣之後呢，你都會見到拉鏈係會跟住一齊被 activate 㗎啦。咁呢一個小嘅更新呢，可以簡化你嘅操作啦，提高你嘅工作效率。最後一個關於 materials 嘅更新呢，都係同拉鏈有關嘅。喺2025.2嘅版本入邊呢，拉鏈係可以直接咁去複製到帶有對稱關係嘅紙樣上面啦。咁當你喺拉鏈嘅上面右鍵單擊，然後選擇複製到對稱紙樣 （Duplicate to Symmetric Patterns），然後拉鏈呢就會被對稱咁樣去複製到另一側嘅紙樣上啦。咁當你對稱複製好個拉鏈之後呢，佢拉鏈嘅材質啦、嘅 materials 或者規格等等呢，都會同你原本嗰個係保持一致嘅。接下落嚟係關於一啲編輯器嘅更新。第一個就係關於 Animation Keyframe 嘅使用啦。咁喺新嘅2025.2嘅版本呢，你而家可以將 keyframe 應用於更廣泛嘅屬性，包括壓力、夾縫針、shrinkage、solidify 同埋 trims 等等。同時，成個 animation editor 嘅易用性呢都得到顯著嘅提升。而家可以等我哋去示範實際嘅操作方法。首先，每當你去設置 keyframe 嘅時候呢，Animation Editor 呢就會自動被開啟㗎啦。咁之前呢係需要你去手動打開 Editor 啦。咁更新之後呢就可以減省呢一個步驟啦。其次，我哋而家新增多項嘅功能去簡化跨圖層之間嘅 keyframe 嘅編輯同埋一啲增加嘅動作啦。而家你就可以直接喺同一個場景中去加 multiple 嘅對象啦。同埋 layer。其次，我哋都新增咗多項功能，以去簡化一啲跨圖層 keyframe 嘅添加同埋編輯。你而家可以一次性咁為場景中嘅多個圖層去創建 keyframe。我哋以呢一個服裝嘅檔案作為例子，喺 Animation Editor 上面將呢個播放頭移至去需要加 keyframe 嘅位置。跟住喺 Layer List 入邊使用 Control 或者 Shift 鍵去選擇多個圖層，之後你就會見到喺工具欄上面嘅 Auto Keying 嘅 icon 打開之後，你就會見到有新嘅工具 Add Keyframe for Selected Layers。點擊呢一個選項呢，就可以一次性咁為你所選嘅圖層去創造 Keyframe 啦。而當你打開 Create All Object Layer 嘅工具之後，你就會發現所有可以設置 keyframes 嘅對象，例如係服裝啦、avatar、pins 同埋 Wind Controller 呢，都會自動咁樣去增加到去 Animation Editor 嘅入邊嘅圖層。
而接下落嚟，如果喺同一組工具組選擇 Add Keyframe for All Layers 嘅話呢，佢就會自動喺 Animation Editor 入邊將所有嘅 layers 都會增加咗 keyframe 㗎喇，咁就唔需要逐一個去操作。接下落嚟，我哋可以了解下一啲新增可以設置 keyframe 嘅屬性。由呢一個新版本開始呢，你而家可以為壓力啦、假縫針、紙樣縮率、Solidify 同埋一啲五金 trims 去添加 keyframe 嘅。咁其實成個設置流程同之前都大致相同啦。我哋而家會用壓力作為一個示範。首先選擇需要應用壓力嘅紙樣，然後喺 Property Editor 嗰度嘅壓力嘅設置位置，你會見到隔離新增咗呢個 keyframe 嘅 icon。然後我哋去返 Animation Editor， 將呢一個播放頭呢移至去起點嘅地方，然後再去 Property Editor 嗰度去點擊壓力隔離嘅呢一個 keyframe 掣，去設置你嘅 keyframe 開始位置。然後我哋將播放頭移至去結束嘅位置，然後輸入目標嘅壓力值，跟住再次去點擊 icon 而去設置最終嘅 keyframe 位置啦。完成之後呢，你就可以將 Simulation 嘅模式轉為做 Animation， 然後再喺工具欄呢度去點擊錄製嘅呢一個圖標啦，將去播放呢一個動畫。咁你就可以喺 3D Window 度實時見到呢一個壓力值嘅平滑嘅一啲變化效果啦。最後我哋都可以試下用 Trims 嚟做示範啦。當你選擇 Trims 之後呢，我哋可以查看呢個屬性編輯器。呢個時候你會發現重量嘅隔離呢都多咗 Keyframe 嘅設置按鈕。咁你都可以用同樣嘅安裝方法去增加 Keyframe 啦。如你所見，我哋新嘅版本對於 Animation Editor 呢已經支持更多一啲 objects 或者一啲屬性呢可以去增加 keyframe 啦。接下落嚟係關於 UV Editor 嘅一啲更新。喺新嘅版本，你可以直接喺 UV Editor 入邊，基於一啲相同嘅屬性，去快速精準地選擇紙樣。首先，如你所見，呢一個文檔呢係存有多件服裝嘅。咁我哋透過主菜單去打開 UV Editor 先，然後我哋右鍵單擊呢一個 hoodie 嘅前幅紙樣。將滑鼠停留喺 Select All with Same Properties， 然後喺細嘅選項呢，就會見到有粒子間距、Layers 同埋 Fabric。咁而家我哋選擇 Fabric 嚟做一個例子啦。點擊之後呢，你會發現所有其他有用相同面料嘅紙樣呢，都會喺 UV Editor 入邊被同時選中㗎喇。咁而家你就可以輕鬆咁去選中所有有關嘅紙樣，然後移至去目標嘅 UV 位置，或者直接去 Bake UV Texture 啦。咁粒子間距同埋 Layers 呢，都係類似相同嘅操作方法嘅。接下落嚟，我哋可以睇埋另一個新增嘅選項 Select All Zone。咁你見到我喺 Hoodie 嘅手袖上面選擇咗呢一個選項之後呢，所有有連接過去手袖嘅縫印線啦，例如呢一個前身啊或者 Hoodie 冇嘅紙樣呢，都會被同時選中㗎喇。以上嘅新功能呢，就可以令你更加快速咁樣去將紙樣進行分組啦，令你成個 UV baking 嘅過程呢更加高效率啦。最後一個關於 Clothes 嘅更新呢，就係同 Render 有關㗎啦。咁喺以前嘅版本呢，當你 render 一啲 turntable 嘅物料時候，如果中途突然停止咗嘅話呢，就冇得直接喺停止嗰個幀數呢去重新開始 render 嘅。
咁而家新嘅版本，你就可以為呢個 turntable 咧去設置佢嘅起點幀數啦，同埋結束嘅幀數。而家可以快速為大家演示下實際嘅操作方法。打開 Render 窗口之後，去圖像同埋視頻嘅屬性，然後喺 Image/Video 呢一個位置，將呢一個 menu 切換到去 Turntable Image。完成之後呢，你就會見到多咗兩個新部分啦，一個就係 Start Frame， 第二個就係 End Frame 啦。咁喺呢一個設置嗰度呢，你就可以去輸入你想開始 render 嘅 frame 數啦，同埋完結嘅 frame 數嘅。咁當你設置完成之後，開始 render 就會由你輸入嘅數字開始㗎啦。最後嚟到 Closet 嘅部分啦。我哋喺今次2025.2咧發布咗一個新功能啦，就係關於 lead time 同埋 cost saving 嘅。咁我哋結合埋其他一啲數據嘅整合功能咧，用戶而家可以直接去查看呢個工作流程嘅效率啦，同埋潛在成本節約嘅情況嘅。首先我哋先去咗 Company Folder， 然後選擇呢個 Workflow Status。喺呢一個 label 上面咧，你就可以去記錄返你而家呢一個工作流程嘅標籤啦。當你去點擊 Set Lead Time End Status 嘅按鈕咧，就可以決定呢一個標籤係代表工作流程最後步驟嘅狀態啦。咁當你設置完成之後，你就可以根據每個 3D 檔案咧去更改當前嘅工作流程狀態嘅 Workflow Tag 啦。咁例如而家呢個 3D 文件係已經被買家採納咗啦，咁你就可以將呢一個 tag 由 Final Draft 轉去 Adopt 啦。最後你都可以撳 Data Intelligence Lead Time 咧去查看呢一個 Lead Time 嘅 analysis 嘅。例如呢一個 average lead time 咧，就可以顯示到每一個工作流程之間平均消耗咗幾耐時間嘅。之後你就可以按照上面分類篩選嘅結果，例如 garment 啦，或者 menswear 等等。向下滑動咧，你就再可以見到每一個文件所實際花費嘅時間啦。我哋返回工作室之後咧，你就可以點擊 Data Intelligence Cost Saving 呢一個按鈕咧，去估算所有款式喺呢一個工作室度咧係大概節省咗幾多嘅成本。咁呢一個 calculation 咧係 base on 你每一個款式版本嘅數量啦，同埋 colorway 嘅數量，去乘以呢個 customize 嘅物認成本計算得出嚟嘅。咁例如包含之前 colorway 一共製作咗14個 3D 文件，咁如果物認每一個文件嘅 sample 成本為25蚊美金嘅話咧，咁你喺呢個 sampling 方面咧就會慳咗350蚊美金啦。當你向下繼續滑動咧，你就可以去設置埋每一個文件 sampling 嘅成本啦。咁例如通常我要用30蚊美金去整一件 jacket， 咁你都可以去設置呢一個 data 嘅。以上呢，就係所有關於2025.2嘅一啲新功能介紹啦。咁我希望各位用家透過呢段影片了解到我哋新功能嘅應用方法啦，同埋操作方式。最後希望各位持續關注我哋嘅發展，我哋喺下一次嘅直播再見。